大家好，我係文宇軒 Jason。我2021年加入南船集團有限公司，擔任公司嘅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南船集團喺1990年成立，係中國領先嘅針織品製造商之一，提供一站式服務，包括咗原材料開發以及採購、產品設計及生產、品質監控及發貨流程。客戶包括咗唔少國際知名服裝品牌。我哋嘅生產基地位於中國內地及越南，引入咗先進高度自動化嘅生產設施，包括咗從日本同德國引入嘅全自動橫編機，編織複雜設計嘅產品，同時亦都提升生產效率以及成本效益。我喺加入公司之後，當時製造業正面臨各樣重大嘅挑戰，包括咗疫情導致供應鏈中斷等等。我選擇駐守越南生產基地。我哋憑住喺越南11年嘅經驗同脈絡，邀請咗紗線供應商喺生產基地嘅周邊建設佢哋嘅生產線，從而建立產業鏈嘅護城河，製造客戶、生產商、供應商嘅三贏局面，建立真正嘅一體化供應鏈。我哋亦都積極推動新質生產力，例如利用 RFID、自動排單及驗報系統等去增加效率，貫通上下游數據。而喺 ESG 方面，我亦都積極推動採用環保技術生產。例如集團喺各地廠房頂部都鋪設太陽能光伏板，喺越南使用生物質代替燒煤，亦都喺污水處理方面達到 A 級排放。我哋嘅羊絨紗線業務更加可以做出可追溯原料等，繼續我哋嘅永續發展。喺公餘時間，我亦都積極參與公職事務，例如公益金8萬行50週年聯席主席、沙田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東區青年交流促進會名譽會長等。其中一個惠及同業以及社會嘅工作，係透過香港羊毛化纖針織業廠商會以及生產力促進局協辦嘅碳排放平台，幫助推動毛衣產品成為業界首個本地碳追蹤平台。喺度想感謝香港工業總會頒發香港青年工業家獎俾我。作為年輕嘅第二代管理者，呢個獎肯定咗我嘅工作以及團隊嘅努力。我會繼續利用集團多年嚟建立嘅良好基礎，憑住一系列嘅創新，為香港以至大灣區嘅工業作出貢獻。